咁啊，驗樓咧，其實就係我覺得係幫到啲客人去維係一個家啦，因為其實佢哋一家揼咗好多錢先可以買到呢個樓宇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飛卓驗樓嘅康 Sir。本身咧，其實我喺城市大學嗰度讀緊工程管理，由讀緊書開始咧，咁我就經朋友嘅介紹咧，咁我就開始入咗呢個驗樓嘅行業啦。跟師傅咧，咁就慢慢去讀緊呢個驗樓。慢慢由驗樓助理開始做到驗樓師，去到而家咧，慢慢去到創立自己嘅公司啦。其實係早1-2年啦，開始經濟下滑啦，樓市開始差嘅時候咧，其實舊公司嘅生意咧就爭咗少少，同埋屋企人開始對於嗰個生活要求會有所提升啦，所以諗住，不如自己試下啦，可能自己出嚟做，可以時間上面會自由啲啦，金錢上面都會鬆動有彈性啲嘅，所以屋企人推使之下咧，其實就自己最後就係去開咗間公司啦。你話大大小小，其實我驗樓已經係驗咗1-2萬單位，其實係已經係基本嘅啦。你話我其實求其數下好多大型嘅屋苑，我哋已經係過百間、過千間，咁其實已經係濕碎嘢嚟㗎啦。創業其實都比較難啦。某程度上，我哋始終喺做咗咁耐，我哋都有啲舊客嘅，有啲舊客就跟咗我過嚟新公司啦。亦喺啲新嘅媒體嗰度咧，其實我哋都會投放咗好多資源。例如我哋每一個禮拜，我哋都會拍一條新嘅短片，去介紹下我哋驗樓嘅時候咧，會有啲咩特別嘅問題啊，有啲咩特別嘅瑕疵啊。建議啲業主咧留意下呢啲位置。其實好多時啲客都反映話呢啲短片咧，其實對佢哋嚟講咧都係獲益良多嘅。其實我個客路咧，其實都比較多嘅。我由公屋去到別墅客，其實我都有嘅。有啲我哋再做埋啲奇怪啲嘅嘢，例如地鋪啊、樓上鋪啊、公屋啊、商廈，其實我哋全部都有做。所以你話我哋個客源咧非常之廣嘅。其實我哋都有固定嘅程序嘅。例如一入到單位，第一樣嘢我哋要開咩咧？就係開冷氣啦。因為開冷氣咧，令到個電流咧係會用得最多。所以我哋首先會開冷氣啦。之後就會開始慢慢做我哋其他嘅嘢啦。之後第二樣咧，我哋就開始入到佢個門口啦。睇咗個大門先啦。睇完個大門之後，我哋就開始敲啲牆身、敲啲天花。敲完牆身、敲天花之後咧，我哋就開始睇露台嘅位置。睇完露台啦，之後就開始去到啲房間啊，睇埋啲門啊、窗啊，又係敲下牆、敲下地。去到廁所試埋啲落去水。最緊要係呢啲嘅啫。去到最嬲尾嘅時候咧，就要睇埋啲廁所嘅天花。睇完廁所之後咧，就要去到睇廚房啦。睇廚房都有機會係分兩種嘅喎，有時係開放式廚房，有時係梗廚。如果你話係開放式廚房嘅話咧，就最緊要係試埋啲洗衣機，開埋抽油煙機，試埋個漏水啦。普遍嚟講，如果你話係一個人我自己去驗咧，普遍嚟講，你話細單位嘅話，我哋都要驗個半鐘至到2個鐘嘅。嚟緊咧，我哋就會目標咧就係將成個嘅驗樓師嘅行業咧係整合啦，創造一套新嘅標準，令到啲發展商咧係可以跟嘅。例如我哋目標咧就係整一套大家都接受嘅標準，令到業主咧係可以按個標準嚟去收貨。我係中國驗房網嘅培訓導師嚟嘅，仲有其他我哋係已經係攞緊啲國內嘅證書啦，有啲高級嘅房屋查驗諮詢師嗰邊嘅證書我哋已經攞晒㗎啦。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係識驗樓嘅知識咯。但係需唔需要自己驗樓咧？就係睇自己有冇預算啦。但係例如你話可能自己預算有限嘅，嚟緊我哋都會出本新書啦，就係叫做如何自己驗樓。其實可以喺嗰本書咧都睇到好多關於驗樓嘅知識嘅。其實你話係驗樓係令到佢哋可以知道自己間屋有啲咩嘅問題，同埋有咩嘢係要執。呢啲其實都係我哋比較想做到嘅嘢。我有一個諗法，驗嘅係樓，守嘅係人。我哋驗樓師唔單止淨係驗緊一啲死咕咕嘅死物，最緊要係守護你哋嘅家。